不要甲内个甲分开说。啊？细米，你无来无去动我的物件要创啥？啊，搁脏我的物件。哎，我整理你的厝，给你换新的物件，我若是你，我做欢喜是歹啥啦？我无欢喜，这是阮兜，你即摆互你母甲安尼，敢有伤阮兜？对啦，这是恁兜啦。咱今仔日吼，就把这个问题解决。啊，我想到一个办法啦。医生哦，你会使来找我。李素六，咱就互对方一寡空间较自由。我礼拜咧，下礼拜休困。即摆是咧定规矩哦，敢有人咧搭乱的啦？咱甲规矩拢定好，敢有较好？好啦，我嘛无啥物分手。啊，毋过今日是拜四，我人拢来啊，我赶紧留来。